25年，救世軍喺澳門嘅足跡，從一個夢想開始，今天已成為好多人生命中嘅祝福。呢個不僅係歷史嘅回顧，更係一份從未間斷嘅同行與承擔。一切始於一個感動。卜威廉大將把福音傳遍中國嘅使命交俾佢個仔卜邦偉，於是軍官乘咗輪船遠道而來。1916年喺北京展開工作，並訓練華人軍官南下上海、廣州。1930年更嚟到香港，最終喺劉文健准將與凌石紅少校嘅帶領下，救世軍踏上澳門嘅土地。1999年，救世軍於澳門北區設立第一個服務點祐漢堂，由譚美信中尉帶領，回應社區所需，設立課後託管、青少年活動，讓年輕人找到成長方向。之後，我們展開資源回收服務，將捐贈衣物轉化為祝福，支持社區運作及有需要的人。喜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於澳門北區成立，連結社工專業與社區關懷，從外展服侍開始，推動家庭功能與身心靈健康。為提倡融合教育，天氣教育中心為特殊學童及家庭提供專業支援。同時，銳氣長者綜合服務計劃亦應運而生，陪伴失智症長者安享人生。面對災難，我們從不缺席。2017年天鴿風災，部隊與社區單位迅速出動，派送清潔用品與糧食，解決居民燃眉之急。從探訪行動到關懷聚會，不同單位跨界合作，只為一個回應社區真正嘅需要。我哋唔單止提供服務，更推動公眾認知與共融。無論係長者關顧，還是 SEN 宣傳，我們與社區一同學習與成長。家庭係孩子成長嘅溫床，我哋陪伴父母學習溝通、管教與正向親職，重建健康家庭連結。培育有心有力嘅導師與義工，係建立長遠支援網絡嘅關鍵。每一份裝備都係希望嘅延續。我哋相信每個孩子都值得被理解。教育中心、家庭工作坊與社區推廣活動，讓融合教育逐步實現。從物資收集到再分發，我哋實踐可持續發展，讓每份資源都成為祝福嘅橋樑。25年來，我們走過風雨，跨越挑戰。未來，我們仍願堅守使命，與澳門同行，與有需要的人同在，延續希望。